大家好，又嚟到哪吒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套影片，係關於波蘭航空16號班機嘅事故。波蘭航空16號班機係一架波音767。波蘭航空16號班機係喺美國華克機場起飛，飛往波蘭肖邦機場嘅航班。而家如常喺華克機場起飛。而家波蘭航空16號班機準備着陸華沙，但係氣壓系統故障，開唔到機轆，佢要機腹擦地。佢而家着陸咗華沙機場，機腹擦出火花。佢而家要緊急疏散嘅。全機生還，冇人受傷，冇人死亡。呢個係英雄機師嘅故事。呢個係2010年嘅空難嚟嘅。呢套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關注啊，拜拜。